各位群眾成員啦，今次介紹呢條線不斷解決其他地鐵路線嘅問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上海地鐵而家好啲主要路線全部都係個問題，就係太多人太擠迫，啲路線好長又擠迫，咁所以就有呢條線嘅出現。咁呢條就係上海地鐵12號線。嗱，呢條線比較少人介紹嘅，因為呢條線大家以為冇咩特別，但係其實佢係幫好多地鐵路線解決咗一啲好重要嘅問題嘅。嗱，咁先介紹上海地鐵12號線先啦。咁呢條線就係由新莊嘅七新路啦，開去浦東新區嘅金海路嘅。咁呢條線就舒緩咗新莊市中心嘅交通問題啦。咁新莊單靠11號線係完全解決唔到問題，因為你1號線已經途經好多地方啦，同埋1號線冇得再延伸啦。係啦，咁隨住新莊市中心嘅發展啦，咁1號線已經超出咗負荷啦。咁所以你單靠1號線已經唔可行啦。咁同埋呢條線未來會重新延伸到去松江啦。咁解決9號線長期擠迫嘅問題，因為9號線又係一個問題。下次介紹9號線，因為9號線又係好逼，好多人，又係有一個問題嘅。咁同埋呢條線係一個換乘之王啦。咁就係除咗5號線啦、14號線、16號線、17號線之外，同大部分嘅上海地鐵路線都係做到換乘嘅。首先話俾大家知點解新莊唔單靠1號線先啦，因為1號線所途經嘅地方實在太多啦。咁同埋隨住呢個新莊市中心嘅發展，咁如果單靠1號線就會出現一個超負荷嘅問題。咁1號線就未能，而且1號線係未能夠去到新莊市中心以南嘅地區啦。咁12號線就舒緩新莊市中心嘅壓力，同時都揾1號線嚟分擔嗰個憂慮嘅。咁同埋1號線同12號線咧，一齊共同承擔新莊市區嘅壓力嘅。咁如果冇12號線啊，單靠1號線，新莊市中心嘅發展未必咁發達得咁快嘅，因為冇發展得咁快嘅。因為你單靠1號線完全係滿足唔到新莊嘅需求嘅，因為1號線始終佢經嘅地方比較多，同埋佢已經超出佢已經飽和咗噶啦，所以唔可以再單靠1號線。點解新莊會有12號線啊、5號線嘅出現，就係咁解啦。呢個係一個古仔嚟嘅。咁12號線見到1號線嘅憂慮啦，咁未有12號線之前啦，咁新莊去其他市區嘅地方只能靠1號線。咁雖然新莊後期有5號線啦，但係由於5號線當時淨係喺民航區入邊行駛，咁就算而家拉去鳳儀啦，咁都係解決唔到。因為2018年5號線南延嘅哈拉咗係鳳儀啦，咁但係仍然都係與其他地鐵路線唔能夠做到換乘啊。咁所以就2013年啦，咁12號線開通，咁舒緩咗新莊市中心嘅交通，亦都為1號線分擔到一啲嘅憂慮啦。同埋由於1號線已經唔能夠再作任何嘅延伸啦，咁所以就由12號線嚟服務新莊市中心以南嘅地方嘅。咁最終啦，12號線同1號線啦，咁一同承擔住新莊市中心嘅壓力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故仔啦，就係12號線舒緩到6號線嗰個嘅擠迫問題啦。6號線真係俾地鐵公司低估咗啊！咁呢條線我下次單獨大介紹玩6號線，因為呢條又係一個好有問題嘅路線嚟嘅。咁由於6號線嗰個列車車廂比較細啦，同8號線一樣咁細嘅，咁經常啦6號線經常就出現一個擠迫嘅情況嘅。咁所以12號線會喺巨峰路站拯救6號線啦，咁解決咗6號線成日擠迫嘅問題。因為6號線之所以變成咁呢，就係因為地鐵公司最初只係當6號線係一條輕軌，即係一條輕鐵。咁而6號線嘅列車係揀呢啲嘅細容車啦，即係私營列車啦。咁車廂嘅闊度得2.6米嘅，即係非常之窄嘅。咁對於路線嘅乘客量嚟講，實在係太少啦。咁而且6號線係得得4卡車嘅啫。係啦，咁初期規劃就預計6號線嗰陣時啦，預計6號線嗰陣時客運量比較細啦。
咁但係始終啦，地鐵公司低估咗6號線嘅客量啦，所以6號線就出現咗一個逼到不得了嘅情況，同8號線一樣嘅，同8號線不相伯仲嘅6號線。咁同埋自從12號線喺巨豐路站與6號線做換乘之後啦，咁6號線嗰個嘅擠逼壓力先至得到改善。咁未來仲有一條21號線嘅，亦都係會舒緩到6號線嘅擠逼嘅。但係21號線嘅換乘站喺東正路，下次先會介紹嘅，因為21號線仲起緊嘅。嗱，呢個就係上海地鐵12號線嘅路線圖啦。你揾到好多換乘站，其實就係不斷咁樣解決現有路線超出負荷嘅問題，同埋佢會支援到啲現時咁多地鐵路線啦，裏邊去到一啲呢啲路線未能夠去到嘅地區，舒緩壓力嘅。係咁，我揀咗其中3個啦，我睇咗其中3個站出嚟啦。咁其一個就係漢中路站啦，咁呢個站就係1號線、12號線、13號線嘅轉車站啦。咁13號線嗰陣時又叫做世博專線，咁我下個禮拜會介紹13號線嘅。係啦，咁同埋呢個站咧係上海市單體規模最大、開挖深度最深嘅一個嘅地鐵換乘嘅樞紐工程嚟嘅，即係佢類似依家嘅香港，即係港鐵嘅香港大學站，就係挖得好深嘅。係啦，咁第二個就係南京西路站啦。咁呢個站以前叫石門一路站嘅。咁呢條線啦，即係呢個站咧就係2號線啦、12號線、13號線嘅轉車站嚟嘅。咁呢個站可以去到南京西路商業步行街，咁行遠少少可以去到上海灘嘅。嗱，頭先我話過12號線同6號線有一個站可以舒緩到6號線嘅壓力嘅，其實就係呢個站巨豐路站。咁呢個站就係6號線同12號線嘅轉車站啦。咁舒緩到6號線因為使用私營列車而擠迫嘅問題啦。咁同埋好得意喎，6號線架空12號線地底。咁雖然係天地換乘啦，咁但係都舒緩到，因為你6號線單靠6號線已經唔掂，因為6號線俾人低估咗個客量。初頭實業公司只講佢係輕軌，即係一條輕鐵。咁但係你估唔到你估唔到6號線會咁高客量啦。咁所以唯有將12號線喺巨豐路站呢度同6號線換乘，舒緩咗6號線擠迫嘅情況嘅。哇！呢個總結好多啊！你睇下呢個總結將係今次最長嘅總結，因為佢都解決咗好多現有路線唔少煩惱緊嘅問題啊！咁第一個好大篇嘅總結啦。咁12號線嘅出現啦，令到新莊市中心嘅交通問題得以改善啦。咁新莊唔再單靠1號線啦，咁由12號線舒緩1號線嘅壓力嘅。由翠峰路站與6號線嘅換乘啦，咁舒緩到6號線擠迫嘅情況。因為頭先6號線我話頭先介紹過啦，佢同8號線一樣係用一啲好細嘅車，即係車廂狹窄嘅車，係啦。咁同埋彌補翻新莊市中心以南地區嘅交通啦。咁同埋透過唔同嘅轉車站啦，咁舒緩到上海地鐵現有路線嘅壓力問題，即係包括1號線嘅負荷問題，2號線又係好多人搭，3號線、3、4號線呢啲又係逼到爆，6號線又係逼爆啦，逼俾嗰陣時嘅地鐵公司低估咗客量啦。咁8號線又係好慘嘅，上次介紹過啦。係啊，9號線聽日介紹。係啦，咁其他路線都有一個負荷嘅問題嘅。咁同埋12號線咧係唯一一條不斷為一啲擠迫嘅地鐵路線啦，發揮到一個支援同援助嘅作用嘅。即係你呢條線其實係解決問題嘅，同埋透過12號線啦，咁就知道上海大部分嘅地鐵路線都出現一個負荷嘅問題。1號線已經負荷到不得了啦，2號線又係負荷到不得了嘅。呢啲又係一啲現有嘅問題啦。咁就未來將會延伸至松江，從而解決松江新城嘅發展。咁同埋
松江現時只間嘅9號線啦，咁但係9號線嘅客量已經達到接近飽和啦。咁12號線延伸至松江有助舒緩到9號線嘅壓力嘅。咁同埋最後啦，松江居民一直都對9號線怨聲載道噶啦，因為9號線始終人多，但係單靠一條線始終係唔夠。佢哋期望將12號線拉到去松江啦，就喺解決到長期依賴9號線嘅問題。係，所以呢條線你可以話係不斷咁樣幫其他地鐵路線解決嘅問題嘅一條線嚟㗎。但係最後佢嗰啲解決問題全部都解決到嘅，係唯獨是9號線未解決到。咁希望佢透過今次延伸到去松江啦，係到真正解決到9號線嘅壓力啦。因為9號線都俾人就激到不得了嘅，即係俾人激嬲到不得了。9號線始終因為9號線佢就經嘅地方多啦，同埋擠迫嘅情況亦都係好多嘅。係啦，咁呢條線都幾長嘅，因為呢條線都係一條不斷咁樣解決現有地鐵路線嘅一條路線啦，咁所以呢條線係比較長啲嘅，係啦，係啦，咁今次就嚟到呢度啦。